個號碼好有名㗎，隻 feel，真有 feel，係啊，好有 feel。啊，講講。應該臨尾撳掣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喺大家嘅正前方台嘅台咧係中國香港20年經舉嘅3號進入場嘅後咧係中國香港電視嘅楊春浩啊。介紹翻先啦，嗱，今朝早如果大家又有比賽，都知道 Jason 楊俊豪咧，亦都係喺3000米嘅障礙賽咧奪得金牌。話到大家就嚟到1000米嘅就要比賽啦。咁原因佢咧都係我臨尾衝啊咁。足球員方面咧，亦都轉戰長跑同埋障礙賽啊。咁喺2年嘅2月咧，佢亦都喺香港同啲競賽會打破咗神功10年嘅紀錄，成功奪冠啊！咁而喺4月嘅時候入到比賽咧，都拿出3分50秒嘅成績，將個人紀錄推前5秒啊！講緊係1500米嘅個人最佳成績啊！咁而喺國際賽事當中咧，由26年嘅時候喺台灣出賽到全國田徑公開賽，喂，真係唔飛喎！喂，有 feel 啊！呢場咁近，大家。U20嘅跑手歐浩俊咧，亦都係擅長中長跑嘅項目。2年嘅時候喺10月巴林舉行嘅第3屆亞洲青年運動會當中，亦都係代表香港奪得賽事。哇！包尾啊，葉家駒，唉唔得啊，唔得唔得，睇黃會晴啊！青少年嘅中長跑運動員咧，佢個人最好嘅項目咧會係花劍同1000米，亦都係衝過去啊！喂，撳掣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，要加區！跑埋啊！跑埋啊！衝線嘅提示啊！3第1位亦都係仲係好啲嘅 Jason 楊俊豪咧係暫時第1位，佢離轉車群咧。大幅拋離30米嘅距離嘅，嗱見到後面身穿白色衫咧，亦都係開緊開寶跑緊上嘅。擺手嘅，擺手。不過見到佢咧，步伐已經加快咗去到暫定第2位啦。不過喺後面 U20嘅歐浩俊咧，亦都不遑多讓，見到前。喂 ，hold 住黃浩晴。力咧喺最後200米有冇機會？嘅出佢先撳啊！黃晴，頂住！喂，黃晴，頂住！望前，擺手啊，黃晴，擺手，喂，衝埋上！加油，葉家駒！